亲爱的，今天怎么这么晚回家啊？你先别开灯啊。那个，是不是今天被人爽约了，很不开心啊？啊？好了，你别动，把鞋子换好，我来开灯。很惊讶吗？啊？对呀，就是我啊，就是那个在 IG 上面天天跟你私信的那个男人。怎么很好奇吗？我怎么会到你家里来啊？怎么不像我的声音了？那你再看看我是谁啊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觉得你好容易骗哦。一张面具加上一些修过的身材，就可以引你上钩是吗？你难道真的不会奇怪你的 IG 上面突然关注了一个男的？啊？还刚开始就开始点赞了，慢慢的去私信人家，那我算什么啊？啊？闭嘴吧，不要解释了。我知道你是无心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这只是 Kitty 哦，快进来吧。那，给你泡的咖啡，我知道的，你每天回家都要喝一杯咖啡的，快喝啊！怎么不喝啊？为什么不喝啊？你是怕有毒吗？可是我们在一起都4年了，你吃了我无数的饭菜，怎么这一次就这么害怕？好啦，既然你害怕的话，我先喝一口。你看，没有事情吧？那好，那我们那个，亲爱的，我知道你在外面吃过了，所以我老婆辛苦了，我来给你洗个脚好不好啊？来吧，来吧，坐沙发上，来，亲爱的，你看啊，你最近高跟鞋穿多了，后面都磨伤了。都跟你说了，那个牌子的鞋子虽然贵，但是真的不合人的脚，你还非要买，那没办法啊，我这么喜欢你，肯定不允许你难过，心里不舒服的。我呢，也给你买了，我给你擦擦哦，伤口啊，虽然已经结住了，但这里有个老茧了，对不对？给你按舒不舒服啊？跟你说，脚上呢有很多穴道的，只要轻轻的按一按啊，整个人都会很舒服的。可是，亲爱的你，为什么眼睛一直在闭拢啊？这真的很伤脑筋诶。
还是说我按得太舒服了，亲爱的想睡觉了？那就快睡吧。对啊，我也很好奇，明明明明咖啡有提神作用的，可是依旧敌不过身体的穴道给人的舒缓，让人想休息吧。嗯，当然没有问题啦，快睡吧。你看，我呀都喝了咖啡了，都没有想睡觉，这说明不是我的问题哦。这说明啊，这说明是亲爱的真的累了，快点睡觉吧，快点。想不到你真的会背叛我，想不到我花了这么多心思，这么多金钱，让你开心，让你愉悦，让你做任何事情，没想到最后还是会背叛我，而且还被我抓到了。好可惜哦，第一次背叛我，原来新的那个男人还是我。不敢让人相信啊。你醒了？我没有干什么，我只是看着你而已啊。怎么了？身子动不了啦？身子动不了很正常啊。你到家了，要睡觉了，肯定就要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啊，对不对？我哪有哭啊？我不是一直笑着吗？什么叫我是变态？哼，我流2滴眼泪就叫变态了？那你在跟那个男人讲话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我啊？我要是知道你背叛我，我的心流血都不止呢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吗？啊，在这里跟我说我是变态，到底谁是变态啊？没有什么，你动不了，也不是暂时性的。既然亲爱的这么累了，每天要出去，多辛苦啊，对不对？以后啊，亲爱的，就待在床上，然后呢，你想要什么，想喝什么，想吃什么，通通都可以告诉我哦。不要用这种语气跟你讲话。那我要用什么语气跟你讲话？是要用这种男人的声音吗？啊？原来你喜欢这样的声音啊？难怪我在 IG 上面发语音给你的时候，你会发害羞、发爱心这种图标过来啊？啊？
我的自我，我最真实的自己，究竟有多么不让你喜欢啊？啊？好了，我们不说这些了。亲爱的，你肯定也是累着了，所以才胡言乱语的。你放心吧，以后在床上由我来照顾你，好不好？不管你想干嘛，我都会帮助你的。当然不能出去啦，出去的话有很危险的事情的。就比如，真的有一个男人跟你好上了，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还是说，你就终于可以永远见不到我了？那有多危险啊！危险到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法来救你，把你重新救赎到我自己身边。啊？上天赐予你眼睛，这么动人的眼睛，是看最美好的世界，最漂亮的衣服，最美丽的食物的，不是成天让你对着手机屏幕看那些男人，或者是那些不该看的东西的。男人啊，你有我就足够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之前我还是伪装的时候，你一直跟我说你喜欢这件衣服的，我呢，现在又穿在身上，虽然确实没有照片上好看啊，但是是同款哦。你不是喜欢这件衣服吗？我一直穿着哦，现在。为什么你也有眼泪了？是真实的我让你失望了，还是你因为你真正喜欢的那个男人是我假扮出来的，你觉得这个世界都无所谓了？我不允许你有任何不爱这个世界的理由。你放心吧，我会让你好好生活下去，好好活下去，但就是不能走出去，好吗？答应我，答应我，答应我好吗？啊？很好。那现在，我要用你的手机发条简讯给你的闺蜜，以及你的同事、你的班级，告诉你，你已经出国了，跟你的男朋友打算在海外定居。没有事情的话，请不要再联系了，因为你很爱你的男朋友，所以不愿意任何男性、女性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你挣扎什么啊？你就一个头可以摇摆了。对不起，现在你的手是我的，你看。我并没有修改你的手机哦，我是用你的手解开你的手机的。哦，好了，我要让你亲眼看到，我是一个一个字打上去。
发送成功。好了，现在这个世界清静了，现在只有你和我2个人。这个小房间呢，就是我们永远的小天地。你放心啦，我知道你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，比如说你想去看海。你放心，我呀会通过我的方式让你看到的。好了，现在让我抱着你先睡一觉吧，快睡一觉，不然我们明天正式开始崭新的生活，好吗？我爱你，非常非常爱你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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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你。I love you, my baby。好梦。亲爱的，这次音声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哦，还有点赞。对了，小九近期呢开启了频道会员，在 YouTube 里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，可以收听到专属的音声哦。